梳畫咗前面呢個嘅呢個先，梳畫呢個係馬尾前面嗰段嘅，係咪點解咁長？嚟得我添啊！天生㗎嘛呢啲嘢，係簡直嘅，爭咁遠。跟住就將呢一份嘅頭髮咧，髮尾、髮中、髮根梳順佢先。咁我呢一份咧，我就會將佢左同右50-50分一半。嗱，我將佢呢一份咧正面望嘅時候咧，我將佢呢條線攞中線啦，照樣都係將佢50-50。左同右分出一半。咁之後咧，我拉出嚟嘅方向就好似一個八字咁樣。咁當然你摸摸兩邊嘅路。當兩邊個量差唔多嘅時候咧，咁我將呢一份咧，呢一份可以鋪畫面。咁當然大家唔需要好強迫症咁樣梳到完全好滑嘅，因為我知道前面我會一陣頭髮 set 咧冚落去嘅。咁當然都唔好太入酸。我將呢一份咧梳順晒個面，然之後，如果你正面望嘅時候咧，呢一個好似一個 V 字咁樣去方向去拉出嚟嘅。咁呢度分開兩份啦，佢右手邊呢一份嘅，我就好似一個 V 字咁樣拉入呢個方向嗰度。然之後由佢嘅底開始，呢邊係面，下面係底。將佢派嘅時候咧，派翻闊，兩隻手指夾住。呢個升出嚟嘅時候咧，拉翻出少少，然之後喺個底嗰度。如果你個人唔夠高嘅，即係我壓唔到嘅時候，你可以反一反手喺呢個位置嗰度，先處理咗個髮根呢一段。如果我呢一下倒削嘅時候咧，就唔係好似後面咁樣啦。我淨係個底嗰度咧，倒削咗啲毛毛，反翻過嚟正面。我處理咗前面髮根呢一段，再推入啲，盡量個齒唔好完全咧叉晒出嚟呢個面嘅位置嗰度，尤其是你從側邊去望。我將呢一份拉出嚟嘅時候，一個 V 字嘅拉出，兩隻手指必須要夾實，由個底開始，一路倒上到個尾，呢個第一段，再拍翻闊少少，再嚟，我喺個底下邊度做結構。我做結構嘅原因就係因為當我捉住任何一點嘅時候，佢成份頭髮都俾我鎖住咗。因為每一層嘅頭髮，佢都後面喺度緊扣住咗。下面用個底，都係好輕手。但係當我壓落去呢點嘅時候咧，一到實咧你就好走啦。翻落隻手緊嗰度，揾把梳。個齒向前咁樣去刮翻畫面去，唔好向自己。一向自己，你會將裡面倒削嗰啲結咧全部解晒㗎啦。咁所以一個齒要向前，刮翻轉。擺嘅時候，你正確都似一個 V 字形嘅方向咁樣去擺 ，OK？ 放翻落去嘅時候，輕輕掹，輕輕掹，輕輕掹。我一半喺中間，一半拉翻落個底，翻前少少。我包咗一半，咁然之後後面咧，你可以俾隻夾仔夾住先，或者你可以揾啲 U hold 住側邊呢啲位置，等側邊呢啲位咧冇咁容易跣翻落嚟啫，佢彈性非常好啊！得罪呢啲 hold 住先，等佢冇咁容易跌落嚟嘅。咁我而家做咗佢右手邊嗰半，只要你上得好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嘅時候啲。
照樣先梳咗佢嘅方向，好似一個 V 字形斜。然之後咧，我揾翻個底，即係下邊拍翻好少少嘅方向，將佢拍翻闊。用隻手指夾住，喺下面開始。隻手冇咁遠，你隻手一遠咧，你一上咧，唔得，呢個都唔得，因為隻手太遠，你夾唔到佢最短嘅位置。你隻手咧要一層層慢慢咁樣上，因為呢一片頭髮咧，我係要削到佢大家頭髮係有個關聯嘅，所以你唔好隻手得太遠住，埋少少個根呢一段，由下面嗱冇諗住第一轉削嘅時候就到，未到㗎，之後拍翻闊啲。第二轉一路將呢一啲結咧，呢啲毛毛咧向下壓少少，都係好輕手，盡量唔好過正面。拍翻闊，第三轉乜都夠啦。去到尾，箍翻落隻手嗰度。當然你有刷的話。冇話有佢啊，就喺呢啲位置嗰度可以梳翻佢順。而呢啲刷冇珠嗰啲就係用嚟梳畫面嘅，有珠呢啲千祈咪，因為當你一削翻畫佢嘅時候，你啲頭髮會跟住啲珠一齊勾翻出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啲有珠嘅刷咧就唔好用嚟梳畫面。將呢啲將毛毛收翻埋，之後將佢拍翻闊。低，我啱啱呢個位上嘅時候咧，將上面嘅拉到上去上面條中線，下面底嘅就往下拉。咁之後咧，除翻後隻鉗，將佢頂嗰度嘅兩份嘅頭髮收翻埋先。都係嗰句，唔需要太執着呢一份嘅頭髮。完全嘅令滑，去到呢啲嘅位置都收貨啦。咁當然你可以輕輕俾少少 spray， 高少少，用沙啲毛毛，將左同右嘅頭髮咧，用翻把梳咧，壓翻住。咁我後面咧，就將兩邊嘅頭髮。摸望個底貼住咗啦，隔離我都貼住咗啦。我隻手係貼住咗個頭皮嘅，唔好離開。你呢隻左手一離開頭皮咧，我下面底呢個 twist 咧就唔會貼住頭皮落㗎啦。即係呢一個，我係要貼住個頭皮落。再摸望佢正面呢啲位置，覺得夠唔夠高？得唔夠高嘅轉先得，高啲啲。個底個 twist 嗰度，一隻頂結喺個扭繩位置嗰度，我將左邊嘅頭髮令到嚟個底嗰度，喺下面度鎖咗佢，咁我就會將呢一個嘅包住咗。之後咧，你自己去調校翻啲大細啦。如果我想要前啲嘅時候，就咁前啲咯。嗱，呢個已經差唔多到。個尾有先。嗱，跟住咧，包完咗呢一份啦，我將佢前面嘅。大家仲記得呢個右手邊同左手邊嘅3零碼嗱，唔好理佢住 ，hold 住先。我就將佢前面呢份嘅頭髮咧，可以分兩行去 set 呢個闊度太闊啦，我喺佢個頂嗰度分咗一行出。咁喺個頂嘅位置咧，
咁呢個位置太闊，咁我主要喺呢一份咧，開咗2份，咁我上面呢度可以分3份去 set 攣落到個底，咁前面你咪約我分4份咯，好似砌磚咁樣。呢2份咧就唔使搞佢住。咁 set 攣嗰度咧，你可以用32。OK， 或者28都得，你睇下你想要幾攣嘅啫。咁呢個位置咧，我開出嚟，咁前面嘅你就分開少少啦。如果客人驚撈住塊面，我要將佢呢一份嘅頭髮，而家分咗上面嗰個圈嗰度啦，最頂嗰度分咗3份，先將個髮尾嗱呢個唔好第一條有一嘢拍落啊！嗱個波會扁嘅呢啲位置，咁所以就唔好慣咗嗰下手勢。雖然有好多都係中意將自己整好咗嘅嘢，然之後再拆毀咗佢嘅。但係完成咗先，將個髮尾、髮中，唔應該揾呢個位，呢個會好啲。髮尾、髮中、髮根嗱，做完之後咧，我會將佢呢一份咧，我都用個螺旋去 set 攣佢，因為咁長，如果你重疊嘅時候個尾碌到落個底咧，你碌得太多個圈啦，咁變咗個根唔夠攣啦。咁所以我 set 嘅時候咧，我有 curve 嘅啫，咁又會少少近中段落啦，係咪少少？嗱，當然你做客嘅時候，唔好一嘢送到落個底嗰度啦，個底噶嘛，你就知道咗個距離同個頭皮嘅位置。中段，跟住有個螺旋嘅技巧，咁佢變相咗咧，佢受熱嘅攣咧就會平均啲，跟住再接近個尾，個髮尾喺度，個髮根喺度，一路由個尾開始一路咁螺旋入，咁佢會出嚟個攣就會喺咁長嘅頭髮咧。就平均啲，咁當然你可以選擇用細呢隻嘅湯匙，你捲得再攣啲啫。咁攣嘅時候，咁我冇分話，究竟我個湯匙究竟係要打橫定打直㗎啦？我就要個尾同個根有 curve 就 OK 啦，因為我之後我都可以改變翻佢方向嘅。OK， 中間1隻、2隻、3隻湯匙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就如果踢翻個公仔頭咧，我分咗前後2行啊嘛，咁 total 夾埋大概7個 section。將前面位置 set 攣咗佢，可以睇到我落多次個湯匙。嗱，當個湯點為之夠咧，就係我隻手摸落去嘅時候，啲頭髮係有少少辣手嘅，咁就為之叫夠。唔好諗住我數10秒啊，或者20秒就夠。係從條頭髮話俾我聽佢夠唔夠。咁所以咧，我摸落去條頭髮咧辣唔辣手？當我摸落去辣手嘅時候咧，咁就差唔多啦。你就可以將個湯匙咧，慢慢去放翻出嚟，咁然之後咧有啷結嘅，就將佢呢一份咧夾住先，因為佢長啊，佢跌落嚟嘅時候咧，佢最快直咧就係佢最熱嘅時候，即係喺呢一個嘅時候。如果就咁放落去咧，佢就會好容易會直咗啦。咁我 set 埋呢一側。我由佢拉翻高90度角，中段近根位置入第一份，必須要將啲頭髮梳上嚟啦，再嚟，再入啲，個尾一定要順。直至將個尾收到落個耳，拉埋落去。個尾喺呢段一路拉翻上嘅時候，呢一個位置你要離開頭皮，你可以嘅將把梳隔一隔落去，趁防自己唔知點解無啦啦周圍望嘅時候裝下第二啲嘅時候咧，就會送咗落去頭皮嗰度。咁所以咧係就自己安全起見，就我揾個梳放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升高咗去隔開咗㗎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家人嗌你嘅時候乜嘢嘅時候咧，你就送咗個頭皮就揦到人哋嘅 hold 住嘅啫。咁所以你一陣間翻到嘅時候咧，第2 part 你要做嘅時候就係將個髻分開兩邊 V 型咁樣
將個底上完之後咧鋪嗱，唔需要強迫症完全另畫嘅，因為我一陣間都話有爪攣攣放落去咯，唔好俾我見到咁多毛毛就得啦。咁將前面嘅可以分大概7 part 嘅 section， 後面3份，前面4份，將由根到尾嘅位置 set 咗就得啦。OK， 開始。